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8月8号。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恒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今天關於房地產最大的新聞就是北京突然又出了個新政，是關於進一步優化調整本市房地產政策的通知。關鍵它這個通知時間點很有意思，周五的晚上，大家本來都準備要洗洗睡了，北京人家去加了個班，晚上發的通知。說明這個通知一比較趕，第二個也是比較緊急吧。周六早上發的來不及了，非得晚上越快發越好整合，而且第二天就得執行，一口氣動了限购住房與公积金3塊。這個新華社發的8月7號晚上9點半呢，北京進一步優化調整房地產政策，各有關單位為了更好滿足居民合理住房需求，穩定房地產市場，現就進一步優化房地產調整相關政策通知如下3條。第一條就是優化住宅住房限購政策，非本市戶籍居民家庭購買5環內商品住房的，在本市繳納社會保險或個人所得稅的年限調整為購房之日之前連續繳納滿1年及以上。第二個完善房屋贈與政策，父母將家庭名下本市商品住房贈予子女的，不核验子女購房資格。第三個是加大住房公積金支持力度，一個是120萬，2套房是100萬，如果夫妻雙方均為繳存人，購買首套住房公積金貸款最高額度240萬，2套呢那就是200萬。這個政策什麼意思？我也不知道誰對這種政策感興趣去研究這玩意。你說沒用吧，那肯定是不對，有用。但是你說它有多大用吧，我感觉沒有太大的用。北京的限购就像一扇老式的防盜門前幾年說恨不得焊死，那現在隔三差五的擰2下螺絲，口子是越開越大。就是他這政策給我的感覺什麼意思？如果你在北京上班，你想買房沒有障礙了，因為我想1年的社保，你在北京只要是正經單位，隨便什麼單位他都會給你上社保1年，对不对？你在那兒，你总不能說你剛到北京，剛找到一工作你就要買房，這種確實少是吧？在北京北漂待了幾年，所以買房社保這些相當於沒有了這個要求就1年純粹這種形式上的，只要你是在北京的北漂的，那都可以買房，理論上。所以說這個我覺得對燕郊打擊還是比較大的，對周邊那我沒必要在周邊買房了，您就是北京对不對？我燕郊河北那就是河北我覺得它主要對河北有影響，對燕郊对北黄金周邊有影響，對北京市其實沒什麼太大影響。這第二個就是戶口的或者是非京籍的，你把你的房子給你孩子，你的孩子有沒有购房資格不重要，不管。言下之意就是這不就形成了一個叫什麼？你這個父母可以不停的買房，你買完1套，買了之後你覺得這房子還要漲是吧？你喜歡買房子嗎？買8套对吧？沒問題。以前是北京市戶口京籍，你在5環內只能買1套或者買2套，我沒研究過，反正你有套數限制。它這個口子一開，相當於沒有限制唄。你看，你買了房子，買了1套，你過戶到你孩子頭上，好，这就不管，你孩子購房資格有幾套都不管，這叫贈與或者叫什麼？反正你過戶，那你可以1套你覺得好，買2套、3套、4套、5套，北京市戶口的你可以把買完之後都過戶到你孩子頭上，這就為你要看好，你要炒房是吧？給你大開方便之門，你來炒，你看好。所以比如說馬冠元老師這樣的專家，那你看好，你買他10套8套的，你買完1套你過戶給孩子，要再過戶。而且我看非京籍的也可以這麼操作，你看好对不對？你在北京只要有1年的社保，你就可以買房，買了之後你覺得好，你把你的房子過戶給你的孩子，贈與嘛，你下面接着買。那就你名下沒房，你可以再買1套，買1套完之後，你再過戶給你的孩子，再買1套。這個好像京籍、非京籍都可以問題是這個它能解決什麼問題？那就是你特別看好北京的房子，你就去買，可以開始炒了，對不對？沒人攔着你，你想炒一定是有辦法的，你可以買好幾套。所以這裡面有什麼疑問？首先，按理來說，北京的二手房不是賣的挺火嗎？又創同期新高。那為什麼這麼急慌慌的出政策呢？至少這個說明跟媒體宣傳的還是有點出入。媒體說樓市創新高，但是政府這邊等不及了，
容不得你这樣天天說好，乾脆出政策吧，再不出政策，黄花菜都涼了，再不刺激的吧，現在趁熱打鐵啊，這是一個，就說明北京的樓市恐怕不像媒體吹的那樣，春江水暖鴨先知，誰疼誰自己知道，鞋子適合不適合腳啊，這腳知道。北京市你這個財政狀況，你土地出讓收入，你地方各個區邊緣區的那些財政狀況不佳的，工資能不能發出來，事業單位工資能不能發，這他們自己知道，他們心裡有數，所以着急啊，趕緊賣房。這是第一個，就說明這北京的樓市啊不能等了，趕緊出政策。我還以為他好歹得等到9月份國慶節前，這現在慎一慎，結果現在這2個月都不能等了。實際上7月份北京的二手房就已經掉到榮枯線之下了，咱們有一期節目說了，所以北京恐怕也是着急啊。一看上海現在還在挺火，趕緊出政策。這第二個就是說，那這北京出了政策，那深圳跟不跟呢？雖然深圳也是快拖完了，是不是？但是還有那麼一點點，是不是也乾脆趁勢全拖了算了，裸奔？那上海也可以拖啊，上海拖不拖？現在限购的就这麼幾個地方，是不是？廣州早就放開了，這是第二個。那上海就比較難辦了。你說他拖，他現在好像挺火，你不能火上澆油，你不拖也擔心他是不是到9月份就這火又滅了，所以上海可能還要再觀望。那第三個就是這種北京這種解除限購到底有沒有用？剛才我已經說了，我覺得用處不大，你不能說沒有，當然是有，因為現在整個大的風氣變了，年輕人並不急於買房子，現在人買房子更多的是孩子要上學。學區房啊，但是學區房未來也是越來肉眼可見的，這個學區房越來越涼，誰也不想這個時候去接學區房這個泡沫，也就是年輕人要接的時候，他也一定是思慮再三。北京的救市政策放鬆限購，給我的感覺更像是繼續擠牙膏式調控，它本質還是叫托底，但不刺激，就一看不行了，給它拖一把，並沒有想着把它舉上去。所以你看政策出的啊，一點一點的擠牙膏是嗎？既防止政策猛藥吹大泡沫，又擔心引起房價上漲，還要避免收緊過猛，引發房企連環暴雷，引發系統性的金融風險。所以有點類似藥物的緩釋片。什麼叫緩釋片？就是以最小劑量慢慢釋風險，為新模式切換爭取時間，努力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這就是北京市救樓市的一個初衷，解除限购就這麼個作用。一看穩不住了，也往下掉了，那趕緊出個政策擋一下。既然它這個政策是3個大的方向，一個是對非京籍的，給你買房的门檻降低了。以前好像是6環是5環外是1年社保是吧？現在是5環內也是1年社保。那你說這有多大區別？我認為對，我曾經是北漂，那我對這個很了解。那你說我要買房子，我真想買，那肯定，但是6環外我就買了，我不會等到你出政策說6環內不是5環外啊，說非要等到你出政策說5環內我有機會買了再買，他不，沒有人這麼想。也就是現在把1年社保推廣到5環內，實際上影響不會太大，這是第一個啊，所以這是我個人判斷，也影響頂多3個禮拜就沒了。恰恰很多北漂，他預算他也只能在5環外買房，1年社保是吧？你看他那攢的那點錢，在5環外還差不多，你5環內啊，那你只能買老破小，30平、50平的。所以我覺得政策影響不會太大，能交1年社保想買房的，只有1年社保的，他在通州就買了，或者在是吧什麼北齊家、昌平那邊早就買了。對北京市戶籍的。或者還其他戶籍，你買幾套把它贈給孩子，這種炒房的，我想現在還有誰願意在北京炒房？認為北京的房子還要漲，買2套、3套、4套、5套，這樣人多不多？有人就說了啊，那也很有可能，因為北京的教育資源好，很多孩子到北京上大學，父母想办法在北京就給他準備好房。前面買房是給那個小孩上小學的，這回買房是給上大學的孩子預留他以後工作有個地方住。趁現在房價可以買一套房，有這種說法的，也有這種可能，但是我覺得這也不會太多。為什麼？因為現在這個北漂，他一定是因為現在跟以前不一樣了，以前有執念，對不對？非得在北京待着。現在在北漂，他要有一個認同感，
你得給我戶口。我在這待着，我在那扎下根，不是有個房子我能扎下根。身份不認同，我雖然在這有房子，但是我沒有北京市戶口，那以後孩子上學也上不了，那樣的問題很多，是吧？那麼有的人他就不像過去那樣說，我打破頭我非在北京待着。現在好多人說，既然這樣，那我去省會唄，我去杭州，我就杭州市戶口，孩子以後就在杭州上學。我去深圳，深圳不行，可吧？戶口要稍微麻煩一點。我去成都，我去廣州，廣州可以落戶。我去天津好像也不行，也麻煩一點啊。天津好像買房應該有戶口，買房給戶口。所以說，由於現在買了房子，但是你不給戶口，對北漂來說，這兒還不是他的家，隨時還有回老家，因為孩子在上學啊。那你說他在這買房的意義有多大？非经济的啊。所以這個政策利甚於無，雞肋。你福利是跟着戶口走的，福利没有非经济的份兒，但是買房也把房價拖住，現在指望非经济來做貢獻，這個恐怕也比較難。過去為什麼非經濟的買？是因為房價在漲，只要你不限制我，我也買，我也有機會我就買，有條件我就買，因為房價在漲，買完之後我一賣能賺錢。你現在大家認為房價你還有跌的空間，誰願意買呢？你指望非经濟來接盤，難度很大。如果說買房就給戶口，那這個恐怕買的人會很多，是吧？按理來說應該是買房就給戶口，為什麼呢？他都在這有房了，他為什麼又在這工作，為什麼不給他戶口呢？這個要改。所以我覺得應該在北京，只要有買了房就應該給他戶口。如果這樣，北京的房子還能賣一賣。所以我倒是覺得2024年924行情那一次力度稍微大一點，後面2025年又出過一次政策，是吧？年底，但是好像那個政策就小多了。那這一次我感覺這政策介入兩者之間，比2024年924要弱，但是比上一輪那個政策稍微強一點，因為它畢竟搞了一個贈與，是吧？把這子女的购房資格，公積金也配合，是吧？可以多貸，公積金貸款利率比較低一點，所以我覺得這個力度可能比2025年年底那個要稍微好一點，但是總體上是沒有什麼太大用處。所以說一千道一萬，北京這次放鬆限購，本質上是把門打得再開一點，把那繩子往下再放一放，讓夠得到的人更多一點，把路修得寬一點，讓站在門口的人能進來。但是至於說人進不進來，人把腦袋往那繩子裡面送，看什麼？是看牛毛韭菜的錢包工作，而不是看，因為對年輕人來說，買錯房子那可是一輩子的事，被嚴重套牢。網上有篇文章說一個人沒有工作，沒有收入，最後決定痛定思痛，決定動房子不要了。作者說，他說我一個好朋友從辭職到現在過去有3年半了，好幾年前他掏空全部積蓄，在鄭州入手了一套住宅，地段十分優越，出門就是地鐵、商場、學校配套一应俱全。即便這幾年樓市整體下行，多數城市房價普遍縮水，他所在的小區價格十分堅挺，幾乎沒怎麼波動，似乎他買的這個項目還是不錯，是吧？價格比較堅挺嘛。但是倾巢之下安有完卵，就在前幾個月，他還是咬牙決定斷供，辭職閒了3年半，手頭積蓄早就花得一乾二淨，每個月固定房貸壓得他喘不過氣，硬生生掏空了所有家底，最後他攤牌了，坦然承認自己供不起這套房子了。他裸辭這件事一直瞞着老家親人，家人始終以為他還在正常上班，兩邊活在各自的安穩假象裡，都以為日子過得順風順水。可到了今年年初，房貸壓力徹底壓垮了他，整整1周日夜糾結掙扎，最後還是無奈選擇斷供。說到底就是現實的重壓，身心俱疲。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兜裡沒錢了，徹底，对吧？现金流斷了，損失當然是巨大的。之前交過的貸款利息也都在一夜之間付諸東流，說不心痛是假的，但一想到未來還要長達20多年的還貸時間，還是咬咬牙斷了。他一度覺得自己人生徹底垮掉了，失業、掏空積蓄、房貸斷供，一連串難堪的遭遇壓得他挫敗感極強。可當
真卸下債務枷鎖之後，狀態反倒慢慢回暖。他不再整日怨天尤人，也告別了无休止的精神內耗，整個人輕鬆多了。你看看他斷供了之後，反而輕鬆多了。看似走投無路的死胡同，其實都是命運悄悄為你新開的岔路。前幾年我們被世俗觀念綁住了，末日年輕人就該早早買房，背上幾十年房貸，死撐着維持體面。直到朋友斷供3個多月後，我才幡然醒悟，普通人熬得過煎熬，過的煎熬從來不是日子太難，而是每月準時到來的房貸賬單壓垮了大半底氣。沒斷供之前，他的日子是低的，工資剛打進銀行卡，壓根兒沒想過吃頓好的，添置喜歡的物件，或是出門散心，第一時間就要划走償還房貸。房貸、房租各類網貸賬單堆在一起，每天一睜眼就是滿身負債，既不敢停下工作休息，也不敢輕易跳槽，日常消費更是處處節制。鄭州3環內這套房的月供要6900，加上各種零碎開銷，哪怕整月沒有額外花銷，固定支出也要8000，這還沒算一日3餐的日常開銷。如今收入本就平平，每月工資到賬，只在卡裡短暫停留片刻，轉一圈就全部拿去債務窟窿。哪怕身體疲憊、內耗嚴重，也只能硬着頭皮死扛。明明在努力賺錢，卻永遠存不下1分錢，整個人被債務拴死，活得像一台只會運轉的機器。身邊不少人和他處境一模一樣，寧可透支往後10幾年的人生，也要死死守住房產帶來的虛假體面。即便收入起伏不定，日子過得捉襟見肘，也打死不肯考慮斷供，擔心徵信受損，被親友指指點點，更打心裡不願意承認自己買房這件事失敗了。糾結了很久，他最終選擇止損，暫時斷供，擱置負債。起初他整日惶惶不安，擔心逾期留下污點，害怕催收打擾，更忌憚身邊的人閒話議論。當熬過斷供這3個月，才徹底想通，徵信只是暫時受影響，和長年累月無止境的精神內耗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就是徵信無所謂啦，對吧？與其天天受煎熬，徵信花了就花了吧，他是這麼想的。不必夜夜被賬單折磨的失眠發愁，也不必為了一點微薄收入處處委屈自己，再也不用困在反感的工作裡硬熬，更不用急着縮減開銷，緊巴巴度日，手頭慢慢有了結餘，整個人心態越來越放鬆，睡得踏實，情緒也平和下來，終於有空靜下心好好過日子。很多人眼裡引以為傲的資產，說到底就是變相的負債。看着風光的房貸車貸，實則把普通人的出路牢牢鎖死，為了那點虛面子，熬壞身體，丟掉自由，常年積蓄，情緒內耗，這筆買賣怎麼算都不划算。所以說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都有這種想法，是吧？把房子，现在越来越多人認為它就是消費，有錢我就買，沒錢就算了。那等大家都這麼想的時候，你放開那些政策有什麼用呢？我說了，現在跟10年前不一樣了。10年前你在北京買房，那夠你吹的，對不對？你看在北京都有房了，現在你說在北京有房還有貸款，那很多人會同情你，覺得你這不容易啊，這些年受苦了，後面還有20年的苦還要受啊，是不是這樣的？除非你說我這房子沒有貸款，我一共就300萬我付完了，那你倒心態好無所謂。所以北京放鬆限購啊，對環境打擊不小。這你建交在大廠買房真的沒有必要了，你跑那買房幹啥？1年社保你都沒有嗎？有了1年社保，你北京市隨便選了。所以我覺得它對環境是個打擊。越來越多的人對房子已經沒有那個執念。我們再看這個過氣網紅城市杭州，钱江晚報看到一篇報道，叫降至9.5萬元，杭州紅盤車位價格迎來漲，就是膝蓋漲。你說這叫什麼事啊？這是钱江晚報報道的啊，杭州網紅盤那個車位價格迎來膝蓋漲。潮新聞客戶端記者任思思他說，什麼天域華庭車位價格最近迎來了西漲。去年12月，記者曾經報道過申花板塊天域華庭小區車位
價格腰斬，去年12月叫腰斬，到了今年8月叫膝蓋斬。開發商把車位打包出售給第三方公司，委託物業進行銷售，車位根據位置不同，售價17萬到25萬元不等。相比新盤銷售時50萬元一個的價格，還不到5折，也就是25萬以下了，17萬也能買到。開盤可是50萬一個車位啊，誰開盤買的這不腸子都悔青了嗎？那一輛車沒了，還一輛不錯的車，對不對？25萬呢。到了今年7月底，天域華庭剩下的車位再次降價，非人房車位只要9萬5一個，而人房車位最低只要9萬元一個，相當於原價膝蓋斬。而在上一次降價時決定等等的業主楊華，這次也準備出手了。紅盤車位從腰斬到膝斬。2020年入市的天域華庭是當時火熱市場的紅盤，每一次搖號都是一場社保大戰，最後一次推盤，就連異類人才都需要5個月社保才能入圍，搖中的也算得上天選之子，你看看吧，这是運氣好才能搖得中。當時杭州尚未流行捆綁車位，開發商銷售車位的價格50萬元一個，2個90萬元。當時他雖然有停車需求，但高昂的價格讓他憂鬱，在諮詢了房產行業朋友的建議後，還是選擇暫時不買車位。果然在小區交付了將近2年後，天域的車位就迎來了降價，第三方將剩餘車位打包收購後，報價17萬進行銷售。但是楊華還在感慨，還好，但是沒有聽我老公的話，買50萬的車位，不然虧大了。楊華告訴記者，車位開始促銷之後，銷售方還推出了團購優惠，就是在報價基礎上還能再減3萬5。即便如此，相比當時小區20元每天封頂的停車收費和600到700元的租金，他認為買車位的性價比也沒有那麼高，還是決定再等等。終於堅定的等黨等來了又一次勝利。7月底，車位銷售方又推出了新的車位團購活動，剩餘的106個車位再次降價，非人房車位只要9.5萬，人房車位只要9萬，和50萬元的原價相比打了2折。業主們也在熱烈討論，這車位越來越便宜了，覺得這次還是賣不完，估計最後幾個去還價還能再砍一點下來。關鍵是什麼呢？關鍵這不是個例，核心地段車位股不是個例。天域華庭車位價格一漲再漲，是杭州的車位價值已經完全由市場供需調節的證明。即便是價格腰斬，也未必能夠賣完，要再漲一刀才能打動更多業主。杭州車位價格回歸的現象，早期集中在郊區剛需盤，但如今已經有很多像天域華庭這樣地段優質的改善盤車位，也難逃2折消失的命運。就連杭州豪宅6小龍之一的某豪宅項目，車位起步售價只有30萬元一個，相比前幾年的動輒50萬元車位，市場呢已經理性了很多。你看啊，車位從50萬掉到9萬，一輛40萬的車沒了，那房子一樣的也會掉價，車位掉了，房子不可能不掉。我們再看一個鬼故事，這是冰雲新聞報道。這簡直是拍鬼片啊！如果你租了一個房子，大半夜里啊，在房子那個櫃子裡面一打開之後，發現是個遺像，這個場景刺激不刺激？還真有這麼個事啊！近日，上海網友杰瑞通過我愛我家整租一套2居室，入住1個半月後啊，在房東上鎖的陽台櫃中，就是陽台一個櫃子放在陽台上面，估計當時也沒注意，租客啊。陽台上了鎖的櫃子中發現一張逝者遺像，杰瑞稱室友當晚被嚇哭，便連夜搬離，為此產生了酒店安置費和搬家費。事後房東退還了全部押金，但我愛我家表示中介費無法退還，杰瑞擬起訴中介，要求退還2650元中介費並賠償損失。杰瑞向云新聞記者介紹，今年4月他和朋友通過我爱我家上海田東店看中了這套位於滬區龍華地鐵站附近的房子，租金每月5300元。4月23日簽約，租期1年，6月1日起正式起租。租約前
因該房源中還有租客，兩人未能仔細檢查房屋各個角落，中介也未告知房屋有無特殊事項需要注意。交房時，房東稱主陽台有個帶鎖的櫃子，裡面是雜物，不用管。而變故發生在7月20日晚上10點多。傑瑞告訴金雲新聞記者，室友住的次臥靠近馬路，半夜大貨車噪音很大，兩人商量着換房間睡。收拾東西時，室友對陽台上那個鎖着的櫃子有些不放心，怕裡面有什麼不該放的東西，這就是心靈感應。他總覺得櫃子是不是有什麼東西，恰恰真有東西。櫃子用老式自行車鎖一圈圈纏着，說拉把手能拉開一掌寬的縫隙。傑瑞用手機閃光燈往裡一照，一眼看見一個紅布包着的長方形物件，他伸手拿出來，是一張描着黑邊的遗像，直接頭皮發麻。傑瑞回憶，室友當場嚇哭，兩個人不敢多待，連夜訂了最近的酒店住下，放一整晚音樂給自己壓驚。為了盡快搬離這套房源，次日兩人請假四處找房，匆忙租了一套價格更貴的房源。當晚硬着頭皮回出租屋，打包行李到凌晨3點。第二天冒雨搬家。那天還是我的生日，他說事发後房東在微信中承認櫃中確有遺像。他聯繫了我愛我家門店，對方表示會找房東溝通。他要求門店店長向總部反饋並協調解決此事，但我愛我家門店一直未給出合理方案。此後他也聯繫了我愛我家上海總部客服，要求退還中介費，對方回復佣金退不了。傑瑞稱7月22號退房當天，房東退還了剩餘租金，但扣了部分押金。後續經過溝通，押金目前已經全部退還。他準備起訴我愛我家，要求退還2650元中介費，同時考慮向中介和房東追討2晚酒店安置費1000元和搬家費700元。這怎麼說呢？這事情挺膈應人的，但是你說它違法嗎？好像不違法，因為它遺像它又不是骨灰啊，遺像那玩意反正挺膈應的吧，但是它也不違法。你因為有遺像你退租了，人家把錢退給你了，但是你讓人家賠償，那够呛。那中介的更壞了，中介費都不退。遺像它法律有規定，如果那个房子有非正常死亡的，什麼叫非正常死亡？就是謀殺呀，或者是吧那種的，或者是甚至自盡，那都是非正常死亡。那你這個房子出租的時候，租客必須告知，你要不告知，租客以後知道了，一樣會告你，你一樣會輸，這是法律規定的。但是你說他遺像這也不算呢，而且正常死亡都不算啊，所以租房就這點麻煩。這租房也有租房的缺點，但是租房的時候還是要多問一下。你不問，有的人中介或者有的那個房東他就裝糊塗，你問對吧？不要不好意思。好，我們這期節目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